不過咧，而家先睇下畫家周俊輝嘅作品。佢最近舉行嘅展覽咧，就係以香港街頭抗爭為主題。咁除此之外，周俊輝咧亦都好積極參與本地藝術同埋文化界嘅發展工作。不停去提醒自己，千祈唔好咁離地。做創作嘅人好多時都會係進進出出，我哋會有一個適當嘅距離嚟去觀察返呢個社會發生緊咩事。如果呢一刻唔將佢畫低嘅話，我應該永遠都唔會再做呢一件事㗎啦。咁周俊輝一直用自己擅長嘅繪畫去記錄反送中運動入面發生嘅事情。呢度係中環嚟嘅，呢班年青人啦，佢哋望住嗰個方向咧，就係已經排開咗一班防暴警察咁樣。我就反而冇唔係描寫前面衝突嘅樣貌，而係響側邊個鏡頭只係向右 pan 咗少少，見到呢班戴咗頭盔、戴咗眼罩嘅示威者，佢哋戒備嗰陣時嗰個狀態嘅。咁你會話呢班已經對未來冇咗想像嘅年青人，佢哋可以犧牲自己，企喺個街頭嗰度。咁其實好長時間都係喺一個咁樣嘅戒備狀態嘅。咁所以我就刻畫佢哋嘅時候，就喺度畫佢哋呢個時候嘅背影咁。本來周俊輝冇打算展出佢去年抗爭活動嘅畫作，佢話畫畫係為咗疏導自己嘅情緒。不過後來佢決定公開發表呢批畫作，依家喺安全口畫廊展出，展覽名為《背影》。作品嘅場景好多都係佢當時置身示威現場嘅畫面。2019年6月12號，當我可以打開眼嘅時候，兩個人都已經唔見咗。最先係右邊一個跌倒之後，我拉住佢跑嘅人，一隻好輕嘅手臂。然後就係喺左邊幫我沖洗眼睛嘅臨時救護。兩個人喺我失去視覺嘅時間出現又消失咗。我諗我選出嘅角度，當然一來就係想喺另一個側面嚟到去記錄呢件事啦。你話100萬人、200萬人嘅和平示威咁樣都係因為每一個人嘅參與，每一個人嘅在場先至可以令到佢成為咗一個溫和但係強大嘅力量咁樣。喺呢個展覽入邊甚至會有我自畫像嘅出現，曾經喺度現場感受到嗰個真實嘅重要性。我以往嘅創作可能都係趨向理性嘅，我不嬲都唔覺得自己會喺作品上面有一啲宣泄或者治療嘅。都發覺自己咧喺呢過去幾個月咧，我以為自己唔會有太多情緒嘅波動，但係我亦都會發噩夢，我亦都會睇住啲畫面係熱淚盈眶，會流眼淚咁。即係我呢啲咁將情緒收埋嘅人，但係都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咁我就會發覺自己其實都已經係有好大嘅影響發生咗喺我自己身上。幾個月畫低嘅畫，佢牽涉好多社會嘅嘢，牽涉好多政治嘅嘢，但係偏偏佢亦都包含咗好多自己個人嘅情緒、自己個人嘅感情喺入邊。佢過去嘅畫作一般都係好大型嘅，而今次嘅作品就以細幅嘅創作為主。一開始就不如揾張細啲嘅畫布，我要好短時間將見到嘅嘢記錄落嚟咁。
我一路畫細嘅時候，又發覺咧，即係將嗰啲咁大嘅畫面、咁闊嘅畫面、咁宏偉嘅畫面，將佢壓縮咗響好可能即係一個手掌咁大嘅畫幅入邊咁樣。嗰個係一個濃縮，嗰個係一個情緒上邊嘅壓抑，但係其實亦都係講緊一幅畫嗰個力量。反而喺個展覽入邊，唯一一張比較大嘅作品咧，就係2米嘅機場嘅集會嗰個畫面，就係我想將越係和平、越係有秩序嘅嘢就放大咗嚟畫，絕對係一個對比嚟。周俊輝上次舉行展覽已經係5年前。佢話喺呢一段時間入面，佢一直反思藝術同社會嘅關係，有一個無力感嘅，係事實上係真係覺得再多嘅發表、再多嘅展覽，係咪會令到大家有多一分貢獻咧？咁樣係會有少許咁嘅感覺嘅。我而家開始睇嘅角度唔同咗，又或者其實慢慢會睇到之前做嘅嘢，似乎開始有發揮力量。無論我哋今日發生嘅事情係會轉好定轉壞，呢段時間都一定會俾人淡忘嘅。今日佢畫低咗之後，無論過咗幾多年，如果呢幅畫仍然存在嘅話，呢一份力量係會傳咗俾將來嘅觀眾嘅。周俊輝相信參與社會事務會令佢嘅作品更有意義。2012年，佢踏出自己嘅舒適區，參選立法會選舉。呢個經驗將佢嘅創作帶到新嘅方向。我冇乜政治上嘅野心，所以亦都冇乜話俾啲政治嚇怕咁樣。我選舉過後，其實都有一直去參與部分嘅社會性嘅活動，甚至政治上面你話呢啲抗爭嘅運動咁樣。但係同時間又要把握住呢個節奏，自己響工作室入邊再去點樣用創作繼續做一個記錄又好，繼續同呢個城市一齊生活又好。周俊輝一直以作品回應身邊發生嘅事。位於佢工作室隔離嘅公共屋邨駿洋邨，最近做咗檢疫中心。周俊輝同其他藝術家一直關注駿洋邨事件，向政府反映佢哋嘅意見。佢自己亦感受好深，以呢件事作為展覽嘅總結。2020年2月12號，一夜之間，我工作室旁邊嘅駿洋邨圍滿咗大水馬同埋警察，然後佢就變成咗武漢肺炎嘅隔離營。原本要搬入去村嘅居民，喺前一個街口已經俾警察舉旗驅散，當中唔少嘅居民已經退咗佢原本嘅劏房，幫小朋友改咗學校。突然間佢新嘅屋企就被徵用，無路可退。時至今日咁樣就呢個展覽，亦都好似係啱啱呢個呢場抗爭嘅運動，去到後尾而家抗疫呢個轉折嘅時刻，似乎呢個展覽係一個啱啱過去呢幾個月嘅一個記錄咁。咁我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都係響度靜觀，究竟我哋將來會係點？